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8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4篇，以赛亚书第27章第1节到第13节，路加福音第19章45节到4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洁净。圣殿建造的功能目的是什么？这是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这件事情的问题症结。昨天我们透过了司提反谈到了建造的目的，但是他同时也提醒了以色列人，虽然在所罗门的手上盖了一座这样的金碧辉煌的圣殿，但是以色列人的生命圣殿却是糟糕到不行。我们看到司提反所说的，其实至高的上帝并不住在人所建造的圣殿宇里。正如先知所说，主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不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这样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必须思考的事情。今天的以赛亚书经文再次的提到葡萄园，那我们都知道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人。以赛亚书第5章，我们读到上帝因为葡萄结出的又酸又涩的葡萄，而决定呢将葡萄园的保护围墙拿掉，又放任野猪、野兽来吃这些酸葡萄。在今天的经文，先知则又提到了新的盼望。他说，那一天上主要用刚硬锐利的剑惩罚利龙，就是那扭曲善变的古蛇，并杀死那大海中的海兽。那一天上主要提起他所喜欢的葡萄园，说：我看守它，不断的灌溉，我日夜守护它，没有人能加以损坏。我不再对我的葡萄园发怒，如果园子里有荆棘和蒺藜，我必定把它们烧光。如果我子民的敌人要我保护，就得先跟我讲和。对了，我得先跟我讲和，他们先要跟我讲和啊！在将来的日子，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民，要像树一样的扎根，他们要发芽、开花，遍地结满了果子。事实上，上帝一直都是这样的保守着以色列，他的葡萄园。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总是选择离开上帝，选择违背上帝的旨意，因此就受到了惩罚，自己需要去面对所遇到的困境。先知以赛亚继续说道，上主重重地惩罚他的子民，放逐他们。他从东方吹来一阵暴风，
把他们卷走了，除非以色列人把他们替外邦神明筑造的祭坛都拆毁，把亚舍拉女神的柱子和烧香的祭坛都推倒，他们的罪绝不蒙赦免。因为呢，他们敬拜偶像，使得上帝的名蒙羞。因为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追求上帝的公义，而使得所罗门王所建造的上帝圣殿也蒙灰了。圣经4本福音书全部都记载了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显示出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与提醒。这当中，耶稣基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对他们说，圣经上记载上帝的话说，我的圣殿要做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当成贼窝了。”耶稣基督引用了以赛亚书56章第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我要带你们到我的圣山锡安，使你们在向我祷告的殿中有喜乐，并且接受你们在祭坛上所献的烧化祭和生祭。我的圣殿将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因为祷告让圣殿就有了上帝的同在。不祷告呢？不祷告，上帝就不在圣殿里面了。保罗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祷告的话，就必要失去上帝的保守了。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殿就没有上帝。如果按照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后所说的那一句话，我的圣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那么我们就要来想想，如果不祷告的圣殿就可能变成贼窝，那还有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子呢？像在圣殿外面那些欺负人的商人、讹诈人的商人，就是必须要被洁净的。在教会当中，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被洁净的呢？让我们每一天都来反思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品格、什么样的作为不适合发生在上帝的殿里面，而需要被洁净的呢？比如说在圣殿里面的穿着表现随便，或是把圣殿当成一般的饮食餐厅，就是坐下来就随便吃，对人的态度凶悍，甚至在讨论当中无法接受人的建议，在服事当中是能感的，或是更严重的是只批评只说却不做。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需要我们自己被改变洁净的呢？求主来洁净我们。诗篇74篇篇幅比较长，请兄弟自己来阅读来灵修，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同在的圣殿，
求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身体、生命、行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你洁净的圣殿。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